为了要让大众知道台湾历史当中的白色恐怖事件，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之下，台南市文化局举办首届台南人权月展览，当中有电影剧组重现不义遗址的场景，还有受难者出面见证。我想和少年人知影，或全台湾人知影，全世界人知影，台湾在1949年到198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有一阵迄款的咱的时代，伊牺牲伊的性命，牺牲伊的青春，所砸来、所带来这青春，所以咱爱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这款的民主跟自由。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听到白色恐怖，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距离或者是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事情。可是事实上，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故事，可能就在你的家乡，就在你的身边。我们带大家看到一个属于台南的白色恐怖历史的多面向。其中，在爱国妇人会馆是女性政治犯之一的施水环，她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里，因为她曾经读过佳琪高中，所以主办单位邀请学校师生跟艺术家以施水环做文本，进行相关研究跟创作。因为我算是他的学弟吧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也可以代表一个佳琪的精神吧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然后慢慢的我们有传承到这个精神。其实囡仔会当学到讲，除了是因了解台南的历史之外，因嘛了解嘉义高中这100年来的这个历史。台南人权月展览有4大展区，总共展出28组创作。也有人权音乐会跟讲座等22场不同形态的活动，要让大家感受在那时发生的历史故事。记者说回来谈的报道。